家長你好，歡迎大家報讀 ABA Advanced 課程，我係朱 Sir，呢度係督導，都希望大家家長花少少時間去睇呢段影片，睇下喺第一堂之前要為我哋小朋友準備啲乜嘢。小朋友第一次上堂嘅時候有咩要注意啊？小朋友初嚟到嘅時候可能會有分離焦慮症，咁家長可以準備定一啲小朋友中意嘅嘢啦，例如車車、毛巾，陪住小朋友上堂，等佢有多啲嘅安全感。有需要嘅時候家長亦都可以陪同佢上堂，再逐步分離，等佢可以慢慢獨立學習。首次上堂可以預備另一個小書包，入面擺後備衫褲、小食物同埋水樽就可以㗎啦。點樣可以知道小朋友上堂嘅進度啊？好似落堂嘅時候治療師都會同家長講解小朋友上堂嘅情況啦，亦都會俾一啲意見俾家長嘅。我哋入面亦都有課堂嘅記錄冊啦，咁入面就會有小朋友嘅 IEP 啦，同埋一啲嘅追蹤評估嘅。咁家長就可以根據小朋友嘅訓練記錄啦，然之後喺屋企同佢做訓練嘅。同時間我哋亦都可以透過追蹤評估，了解到小朋友各個嘅範疇同佢年齡嘅差距，同埋訓練嘅進度，咁就希望小朋友可以逐漸咁樣貼近佢哋嘅發展年齡。另外我哋亦都會定期發放一啲課堂上面嘅照片啦，咁就俾家長知道小朋友喺上堂入面嘅情況嘅。課程會唔會係好死板嘅傳統教學嚟㗎？唔會㗎，因為我哋都係會以兒童為本嘅。咁我哋都會俾一啲佢中意玩嘅活動啦，或者佢中意玩嘅玩具，去增加佢哋嘅學習動機嘅。咁對於一啲走嚟走去嘅小朋友我哋就會透過可能事前佢一入嚟嘅時候就俾佢玩一啲攤鞋架啦，或者係抽籤啦，或者係一啲嘅跳彈床嘅活動啦，等佢先動後靜，等佢哋學習嘅時候會更加專心嘅。如果治療師請假要點啊？家長請放心，我哋會安排其他治療師嚟代堂嘅，而且會跟進學習，唔會影響小朋友學習進度。小朋友只要上堂就得㗎啦。上堂嘅課室會唔會好細㗎？我哋中心環境寬敞，教具同玩具都多元化。治療師以專業及愛心陪同小朋友一起同行學習成長。最後，若果家長在治療過程中有任何嘅疑問，除咗可以同我哋嘅治療師溝通之外，都可以同我哋嘅課程督導聯絡㗎。